上简单想一个问题，然后有一个人讲种，无管是倒一国人哦，台湾人、中国人、美国人、日本人来伫台湾讲这种话哦吼。啊，我问朱麒麟啊吼，嘴炮的程度比较多，还是含金量很高的梧桐？老师，这我无法度判断，所以讲，因为我唔是咧想对，因为我知影在美国有一个判例啦，一个同学吼伫学校讲，你唔通来学校哦，我明仔载要邀请个大家写。哦，迄个孙安佐啦。我要甲大家写写的哦，吼啊这，所以讲你即摆问题就来啊，就是讲你摕即个邀请去扫，甲讲吼，我吼鼓励大家吼爱迎合爱鼓吹大陆用武力来统治台湾，这是单纯打嘴炮，还是讲真正会影响到咱的国家安全？哦，啊你若讲我的观点，我是认为讲啊，这就是嘴炮成分多啦。好，除非讲也壁。标一个组织，好，也是有对岸资金等等等，迄另当别论。那目前看起来这种的啦，吼，这种的哦，我看是含金量很低啦，吼啊，所以讲无加散播犯罪这个程度啦，吼啊，你讲你头拄仔讲的迄美国迄以前迄孙安佐嘛，吼，迄恐吓公安嘛，那你讲这有恐吓公安的问题无？啊，因为这个是不确定，什么叫做公众安全？有的人认为讲啊，这就是一个小屁孩的言论，啊，有人认为讲这个唔重要，尤其是我讲孙安佐这个案件的差别，伊为美国改这么重，啊，国改驱逐出境的一个原因是有差到安怎？有武器啊，有去买武器啊，啊，甚至伊嘛有去家己去拼装武器啊，吼，个别了你印象啦，吼，所以讲吼，你讲啊，唔讲吼，无管是什么散货犯罪啦，吼，还是我讲啊，都算讲有这个罪，咱台湾人足低啦。2年以下啦，吼，所以讲目前吼，咱讲什么要鼓吹犯罪啦，啊，什么抽烟性言论，你若讲吼有一条白纸黑字的第一刑法是无的啦，吼，啊，你讲吼有针对唔是刑法，啊，你讲行政法这边好，啊，他拄仔罗教授伊跟我讲啊，咱目前针对对岸。哦，对咧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，迄内面开始有啦，嘿啦，迄开始有。啊，你讲吼，这种的吼，伊讲这种言论吼，你讲吼。我听起来无啦，大家感受无共款啦。是啦。啊，我就是感觉讲，啊，这都一个嘴炮。啊，老实讲啦，若无这个，无人要去检举，有这个字，我唔知这个人是啥。吼，就早最近什么 ND 啊、安宁啊，什么，你什么网红哦，老实讲啦，你若无安尼，大家就是唔知啦。吼，所以讲，这就是层次的差别。啊，即马大家两面人关系，他都罗教授会跟我讲啊嘛，就是讲。啊，咱要做差别的对待无？就是讲人权的保障的起跑点要共款无？因为台湾人讲这种话，咱袂使甲什么，袂使甲驱逐嘛，对不对？是嘛，吼。啊，因为伊是大陆人嘛，吼。啊，咱即马讲要想一个问题，啊，咱一个美国人踮台湾讲甲伊共款的话，啊，咱要安怎？哭跳啊，是不是会哭跳？所以讲哦，就是讲，即马这个吼，那单纯看这个案件吼，啊，刑事上是无什么违法啦。啊，看起来吼，最高行政法院嘛未推翻啦。哦，啊，不过我要强调，这是一个停止执行哦，伊唔是针对这个废止的处分去赠送哦，伊后壁啊，不过不会负啊，因为这吼无去议啊啦。哦，因为今啦，现在被绑架一定爱走。啊，后壁迄什么救济，我感觉意义拢无大啦。咱今麦法律的设计是严于待他人，宽于利己。什么意思呢？对台湾人来讲吼，你今麦假设这些人不是雅雅，是台湾人的话，基本上你今麦要炒法条吼，我们不可能去他入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用行政法去罚，还是用刑法去处理哦？说实在，你要扣法条不好扣啦。真正吹无好吹，真正无好吹啦吼。但是阮先摆可能会讲啦吼，但是。今仔日你是外国人讲吼，因为我们严于大外国人嘛，所以说这一些入出境的管理，拢讲找到法条用一条，但是你爱改无？但是我讲迄条其实是就歹，是安怎呢？咱讲违反国家安全、社会安定，甚至咱以前讲有什么社会秩序嘛。对按行政法来讲，这叫做高度不确定的法律概念，这康的嘛。所以基本上行政权力好爱那么大的认定了，一讲是就是一讲是，唔是就唔是。其实安呢，其实有碍于人权保障。他就爱改嘛。爱较优柔的啦，吼，写较优的吼，咱下面叫做国家安全、社会安宁的话，你以后修法的时阵，咱甲写较优的，但是甲这个案无关啦，吼。如果以后咱真正这个案会定下来发生假吼，咱呢，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立法机关的话，就是说我们怎么细致这部法律。他说李书公呢，比如说，咱关于移民法吼，咱到目前为止台湾无一个很全面的关照。外国人跟中国人。太古无共款，是，但是即便说扣掉大陆人的外国人吼，这得没有很细致的规范呢。
嘿，所以说他做就讲说啊，今仔日你不能讲赶快的话，咱要怎处理嘛？吼，迄地其实法制上爱先细节，法治是要更前的嘛，更前就是说你规定再去有路啊，袂使讲一句话社会安宁安尼都过去，这块是50年前的做法啦。